前民进党的中执委郭在钦墓伫台南有真侪土地非法在路地铺，互起诉。环保团体嘛质疑台南市政府涉道理甲暗卡，不过台南市环保局是表示讲有继续要求讲爱清除。 环保团体一直追踪台南客家工业区各农地房非法掩埋的后续处理。监督市政联名指出，10多年前，将民进党中执委郭在钦等人开始非法掩埋路屎，不法利得达到21亿，已经予台南地检署起诉，但58万栋到28万栋还未清除。不满环保局到今拢无要求主嫌郭在钦提出清除计划书。郭在钦的不法所得高达 数亿、数十亿到100亿，不要求郭在钦去擒这个卢查，就是图利，就是护航。环团指出，环保局要求郭在钦下面的厂商林富顺来清除，并不是伊本人。立委嘛质疑，敢讲为台南市环保局到环境部拢当作无看到咧。是你不发，不敢发，还是谁叫你不要发，不准发？台南市环保局这样放水，环境部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？还是2只眼睛都闭起来了？而且环团举行记者会，台南市环保局无人来参加。环境部表示，林富顺是实际填埋的人，所以由伊来负责清除。环保局的判断，这个是在整个行为人是林富顺，他是做填埋这个动作的行为人这样子。台南市环保局嘛重申，林富顺是实际的污染行为人。有关还未清除的28万栋路屎里2笔的土地，其中1笔伫工厂下骹，厂方无同意，即马清除。老板也知道这种情形，可是因为他为了照顾员工，因为他工厂不能停。 但是我们在土地已经跟他做了注记，说这个土地没有处理的话，不会跟他买卖了。环保局强调，绝对无护航，佮有道理。另外一笔土地一直在清理当中。环境部嘛指出，目前检测有路屎的工厂地下水重金属负荷检测的标准。若讲将来有开污的可行性，会来进行清除。公司新闻林建梅、彭耀祖台北报道。